后来乡亲啊，除了这个桃园病院之外，丙镇另外一间病院嘛来发生着院内的感染。2天前确诊的案908，陪伊的妈妈到案889看诊的病院来看病，去互喂着新冠病毒。疫情指挥中心嘛来公布着案908去过所在。1月25的下晡是去过九份啊老街阿美的地楼，啊1月26去过桃园龟山的饺子楼中楼，大溪佛光山宝塔寺，大溪永福金宝塔，还有大溪老街甲邮记百年邮饭，这以上的地点拢已经全部来消毒了。啊，果然，这个大溪老街的生意大受影响，店家时常怨叹哦，讲拢无人。啊，桃园市政府一透早嘛来召开着防疫专案的会议，讲会搁扩大范围来消毒。本来真闹热的大溪老街，自从按908案来过了后，即马完全无人敢来。老街店家就讲应该提早公布。你星期二发生，你星期三才公布啊？我星期五得不必买那么多的东西。我们星期五买很多的东西，现在都囤积着啊。这还是尊重中央的那个，就是他们的公布，因为他们一定有他们的考量啊。对。然后希望整个桃园疫情结束，大家可以对桃园有信心啊，赶快再回来这边。虽然生理受影响，不过疫情这严重，店家嘛敢会使加强消毒。通市府一透早开防疫会议，通市长郑文灿讲，按908案去过的所在，拢已经完成消毒。其实公布前哦，我们消毒作业已经完成了1轮。那今天还会做第2轮，请大家放心。包括大溪老城区7个里，拢会进行第2摆消毒。玻璃通风病院的专案启动，超过4000位的隔离对象拢来隔离。面对疫情期间的各种状况，政府嘛敢会使更加认真，民众嘛要确实做好防疫工作。